嚇、我嘅人生，我覺得錢係最重要，有錢人生㗎啦，冇錢人講咩係嘛？所以我搏㗎，嗰啲波中咗咯喎，咁啊大把人生啦。人生咪就係為咗享受咯，唔識享受根本就係浪費人生。好似我咁啦，得閒打下波、游下水，仲有其他活動，咁樣去享受，就係我對人生嘅睇法。我覺得係情咯，無論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好似人嗰場路了啲電影咁樣，裏面嘅男主角死咗都係追尋愛情，幾浪漫。對我嚟講，人生只有執行同殺人。每次殺人都好似同自己比賽咁，而呢個比賽就決定我自由嘅人生。人生只有痛苦同埋悲哀，根本冇資格講人生。人生就係工廠，就係我依刻咯。我嘅人生呢個比賽同埋依刻咯。我嘅人生，咪即係你哋人生。